观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喂，平安。顶礼拜食歹势哦，记毋着时间哦，即阵时间错乱对无？因为咱今仔日要来一个做水的所在，伫遐嘛会时间错乱哦。就是讲吼，你会袂记时间是啥物？有人去过即个所在？听讲即个所在是几当前？是澳洲上水的，澳洲票上第一名。对，伫澳洲上水的哦，第一名的所在，今仔日大家做有福气，老师有甲咱翕着，伫迄个后壁的时，所以爱看到后壁吼，有一个影片哦，带咱去看即个所在吼。老师，为虾米咱讲什物割瓦？伫山顶遇着一个人割瓦吗？还是讲发生什物代志咧？这个圣经内底记载教堂内底。嘿，是，这做水的所在吼。咱会记咧，迄个去迄个北边对无？一个塔特拉山，为虾米讲是朝圣安尼吼？朝圣，因为因甲爬山当做朝圣就对啊。是。塔特拉山哦，因为这个山会当讲真重要，伫斯洛伐克来讲足重要。因为伊是戈尔巴金山脉的一部分，也是这个山的顶悬，也是就是讲对于这张图的，你得甲爬到2000几公尺的时，上悬的位变过就是波兰，所以呢，对东向西行，你的正脚踏的是波兰，倒脚踏的是斯洛伐克。你若对南向北行，就颠倒变哦。所以是迄个交界的山，这个地区哦，自然的风景真水，还有足好的文化，因差不多拢是基督教，就是包括天主教甲神教。因的教堂的所有的工课拢是社区活动的中心。因所有的活动拢围着迄个基督教在进行。日常的生活共款哦，配合像五旬节五旬节啦、圣诞节啦、歌瓦节，这是因的重要的节日啦，都有足侪庆典，阁有就是讲将因所有的山画山尾，还是山洞，还是像啦，拢用圣人的名来甲命。是安尼哦，所以甲基督教有足深的关系。对，遮大部分的人拢是讲伊是天主教徒啊，吼。大部分来斯洛伐克的基督徒的眼中哦，因的心灵，就是讲因爬山会当心灵会当得到清净。所以因爬山当作是因的天主教哦，咱知有一个朝圣哦，有时。我捌看到人哦，为着要迄个较悬的礼拜堂顶悬、教堂顶悬，坎啊足侪坎啊，因着安尼跪一坎，用规个爬起就对啊。因讲安尼个朝圣较有诚意吼。爬山共款有一点点食苦，毋过伊用一款的心灵，会当较清气会。调性的迄款的心情咧，咧爬山。我想有听讲去耶路撒冷的拢安尼吼，一边跪来浸涂骹对无？安尼，伊咧爬楼梯，我看因安爬一站，就安尼跪起来，爬一站跪起来，爬去到顶悬的教堂。表示讲伊尊敬上帝。这是所以其实爬山实在啦，是接近上帝的所在啊。是，所以咱今仔日，其实这可能看无啥有哦，咱会当家己去查一下吼，这是北边啊吼，伫斯洛伐克的北边。咱今仔日要为这个叫做，这都歹读的哦。Pleso， Stupske Pleso 吼 ，Pleso 就是湖的意思。这个是一个冰川湖哦。就是这个啦，咱今仔要讲的就是这个哦。
有的诶，伊即款湖拢总伫特拉山哦，顶悬有200个冰川湖啦。其中呢有40个伫波兰，160个差不多啦，差不多160个伫斯洛伐克即边的山。因拢是迄个湖水拢足清，拢会当看到下骹的石头，佮足暗迄个，那像镜面安尼，那像一个镜伫遐，安尼静静静，因个湖真水吼。这是海拔1000几公尺的所在哦。这爱相机较有法度翕出来吼。普通的湖水真水，真好看。另外迄个影伫水面的影比顶悬较清楚。因为水若有波浪哦，对，安尼水的迄影就会弯翘翘安尼。水若安尼静静静，顶悬的树仔甲迄个影的树仔就完全无震动吼。你徛伫较悬的所在来翕即个所在啦吼。迄个蓝色的天，甲下骹的水那像镜安尼，所以边仔的迄个杉木吼，迄个悬悬的树仔的树尾，伫迄个水影，真是真水。是。所以迄个湖面吼是静静，所以人伫即个所在，你看着你的心有那会静，世俗的阮搅扰都袂到你的心。就讲你足侪烦恼啦，足侪操烦的代志啊，你看着遐尼静，你的心有那安静。甚至你伫迄个湖边咧行路的时候，都毋敢行伤大步啦，因为惊甲迄个水拍震动，惊你的声音甲迄个环境破坏。所以到遮人拢会真安静。真正会当伫遮坐一工吼，人家去孝敬上帝诶代志吼，所以咱想着哥林多后书，哥林多后书诶3章18节，咱咧读一段圣经啊，讲咱大家拢用无大诶被，就是讲面无大被啦吼，面咧反照主诶阳光，即个阳光是对圣神发出来诶阳光，甲咱改造，互咱变成甲伊同款诶形象。就讲你用足安静的心，才会当反映上帝的形象。简单的意思就安尼。你的心若足烦，你就无法度反映主的形象。上帝的形象是你伫安静信靠上帝的时，才会显明出来。是，所以。观众，其实足侪所在吼，较悬的所在，咱像迄拢有即种冰川，对无？即种湖吼，有100几个嘛，咱拄则没看过，100几个伫斯洛伐克即边。是，其实足个国家嘛有吼，但是斯洛伐克较少人知哦，所以欢迎大家来遮，来看卖啊，行行诶。所以这人足少吼，看起来拢无啥物人呢。就是讲，因的冰湖拢伫迄个人较少的所在，较少到，所以你若要到遐，就爱行足侪路啊，爱个，若像我看因咧爬山的速度较紧，咱较慢。伫台湾爬山的速度较慢。老师佫讲慢，安尼咱就是乌龟啊，对吧？无啦，有斯洛伐克遐人的脚有可能较长哦，较紧。对哦，你若是看老师爬山，行出久啦，行出久才会到啦。听讲即届老师行1点钟行毋着平对无？所以无彩，我无去上悬迄个湖。紧过来，个熟练的路程中哦，有哪共款啊？有哪是爱有一款坚持爱找求，爱愿意孤单，就是讲。你要甲上帝相遇，你着爱进到你心灵的深处，就是讲爱安静落来，伫作生活足无用的中间，你安静落来，
甲主，比如讲，你若伫即个环境，你就会让自然想到上帝是遐尼伟大，上帝就是你的心中。你若想甲上帝较容易结连做伙，会当得到新的规律。对啊，我即阵想到吼，昨有一个朋友啊，伊甲我讲吼，我甲伊讲，你的手机啊，伊讲规工吼，若无手机啊，因若想做袂当活落来安尼啊吼，伊个困的时吼，爱甲手机啊囥边啊，放什么物件吼，放一个什么剧安尼，来困醒了，佮继续看来若要顾店吼，你伊是开店的对无？咧做生意的时吼，佮爱甲手机啊囥边啊吼，一直有声音吼，无多安静吼。就是讲，即阵的人咧想，真食饭吼，一支手摕汤匙，一支手摕手机啊，对无？就是无法度安静落来哦。所以，若要有即种安静吼，真正爱甲所有的代志来吼。起来山顶学习。起来山顶对，来爱忍耐，因为要爬到遮尔。悬吼，遮尔会当看到遮尔水的所在吼，其实是无好爬哦，是毋是？这是山顶的。而且1000公尺的所在，对于即个半山腰的一个村庄坐火车去吼。即个所在有2间教堂，这2间其实是对面俩定。正面迄间是老的教堂，另外即边是新的教堂。新的教堂内底有一身，伊的叫做主祭坛主祭坛内底有一身挨老的查某囝死去个我的故事，就是另外一间新的教堂，即间是旧的。即间是旧的教堂，所以拄则讲即个是 Novi Small Coffee， 就是即2间教堂其实是对面尔。是一个温泉的中心所在啊吼。所以老师讲，即个教堂内面有一张图，100图有人会当摇看觅啊。老师拄则有讲答案啊吼，讲答案嘛。讲一个人伫遐，一个查某囡仔伫遐困是啥物意思？这毋是一个爱情故事哦，毋是啥物。看到咱拢这敢是爱情故事？像歌剧的茶花女对无？像是其实毋是即个圣经的故事啦。咱来看，即个是马可。讲圣经的记载咱来看，讲有一个管会堂的人，伊个查某囡仔。来见伊拍伫耶稣的骹切求伊讲，伊就来找耶稣啦，一个管会堂的来找耶稣，讲我的查某囝差不多要死啊，请你来用手换伊，互伊得到救。个我管会堂的知影耶稣的医病，所以就较紧走来找耶稣，讲较紧，阮查某囝咱就要死去啦，较紧来甲伊医好，就是安尼吼。是，迄阵耶稣会当医足侪人对无？耶稣就甲伊去咯，去的时候，看因兜的人拢伫遐哭啦，为什么咧哭？管会堂的厝吼，看见有花草，也有啼哭，大声咧哭，因为安那咧，伊其实伊还未行到以前，都有人来甲伊通报，来甲挨落，就是即个管会堂的，甲因主人通报讲你毋免请耶稣啦，加无采工的，已经死啊啦，无效啊。耶稣有甲伊回答讲，你只着信。毋免惊，你毋免惊，你信就好。甲管会堂的讲，你毋免惊，信就好。然后耶稣就甲管会堂的转去因兜，转去时看到因拢咧哭，因的囡仔死啊。毋过耶稣讲，啥事咧已经入去，就甲因讲，恁啥事好好咧啼哭啊？囡仔毋是死，是咧困啊定。耶稣讲伊咧困俩定，一寡人就甲笑啦，就伫遐起笑，伫遐讲你是捌啥？讲这哪会困？这明明就是死去啊，对无？
睁眼说瞎话对吧？伊讲伊在困，也锁入去呢，就照看囡仔的手，甲伊讲代理代国美。即句话是耶稣的家乡的话啦，就是迄个母句啦，就是亚兰文啦。亚兰语就是讲代理代，就是讲查某囡仔。国美就是讲起来，这是个命令句哦，讲查某囡仔起来。真正伊安尼讲咧，迄个查某囡仔就爬起来。42节，查某囡仔连边起来行。因为伊12岁啦，众人就大戆眼奇怪，众人看到这个代志，哇，足奇怪，讲哪有可能？明明就死囡仔会阁起来。咱足久无学台语啊，吼，老师，戆眼是啥物？戆眼，大概差两遍。错一条哦，错一条叫戆眼咧。真戆眼，就是真惊吓，佮感觉真奇怪的代志。毋知影要安怎解释，明明就死，哪会阁我？是，所以是700度哦，700度，大概后摆若有去看着吼，就知影，这其实就是个耶稣互一个12岁囡仔佮我的故事哦。这就是迄个火车站啦，火车站。到遮落火车以后，即款是电车啦，毋是火车，是爬山的电车，爬起来对遐来去哩。你伫坐伫车顶，就咱看到外口的风景，就是生做安尼。咱看到真水的厝，佮远远。新老师咧讲，即个湖的所在吼，是1909年吼，2019年，2019，2019，是票选上届欧洲上届好的旅游的所在，上水的所在，第一名，第一名。所以呢，挂伫迄个湖的边啊，吼，所以咱就知影讲，伊捌得过欧洲上届水的旅游的地点。这个叫做高塔特拉山吼，嘛是会当讲是顶悬下骹有分上下对无吼？这是较悬的吼，佮有较低啊吼。对，咱梅秋讲心静如止水。对，真正爱安静了吼，可以当听到迄个上帝的声哦，观众朋友会当来试看卖啊，对无？无简单，所以咱即阵会当来做伙来看老师翕的即个影片。这个火车电车啦吼，电车非常的水呢，真的，是马去，这是small corporate study， 是老的study。火车内底，咱看到风景。这个是迄个日出，日头出来时，因为日头还未出来就爬起，就去坐车。所以爱早起的人较有看会到的。这会当比咱阿里山啊。小囡仔，小学生囡仔，老师传出来的教育。这个湖写唔对吼，冰湖。迄个湖是对的哦，毋是写唔对。
因为冰川内底有些那个哦，是这个冰河嘛，那个冰河那个水库大，那是河是对的。哦，是这个水。迄阵这个是蒲公英。阮就是做甲飞啦，飞甲满世界，安尼不是拢咧飞。你若即阵来遮看吼，世界拢是这，足侪人过敏的吼，边仔过敏，拢你会看空中拢是这嘿，棉絮的飞，就是像咧鸟啊。这个未落柳絮因风起，这首诗，会想到这首诗。所在后礼拜老师会介绍。讲这条歌叫做什么？叫做我命啊！我今日当无我岂能不为主活？我今日当无为主活。我今日当无为主活。是，就是咱世界吼，创造其实上帝创造者是要互咱欣赏，是要互咱会当伫遮吼看到上帝吼。所以咱会看到即个所在，大家要看卖啊，这是什么所在？这敢斯洛伐克还是台湾？这是甲台湾甲要共款。这是甲台湾。顶悬两张的一张，你看下骹的路拢是树根绑起来。咱台湾中部的山足侪支拢是安尼啊。你若去中部遐，像阿里山的附近遐啦，南投附近遐有真侪支山拢会当行伫即款的路顶，拢树根。即款自然发的咱遮较少啦，因遐有一款叫做蔓越莓，这野生的蔓越莓。野生的是。大概讲，像叶啊是会变色的呢，红色。头先出来是红的色，后来变绿色，就生蔓越莓一粒，安尼是。也是话是安尼足侪规大片的拢是蔓越莓。大概有看过无？看过即个无？真水的所在吼，所以其实，你若无来到阮遮吼，伫台湾还是伫恁的国家，应该拢会当找到足水的所在，对无？上帝创造世界拢看有吼。有的人讲，我要安怎看到
知影上帝伫诶吼，看边仔就知。阮来明辉讲心静如水，可以当钓大鱼安尼。即做啥物拢会当想钓鱼啊，这厉害，无简单，真正诶吼，真正爱淡仔慢慢等对无？姜太公钓鱼对无？叫做啥物？愿者上钩，也是安尼。你淡仔静啊吼，可以当去找着真正有意义吼，有价值诶物件对无？所以今日真欢喜，老师甲咱翕遮尔水诶相片吼。后一摆主持人嘛要来看卖下吼，会当伫塔特拉山看到朝圣对无？去爬山朝圣吼，当看到咱诶即个上帝创造吼，愿上帝祝福你有机会人若有遇到什物困难人，免惊，因为咱拢是啥物会当伫上帝内面吼，上帝拢会保护你吼，嘛足愿意你来找求伊就会互你为上迄迄个水安尼遐尔静吼。会祝福心若静，就会当看到上帝。是心若静，会看到上帝。看到遮诶人，甲家己饲一个赞吼。咱后礼拜一下暗同一个时间，台湾8:10，泰国7:10，澳洲2:10，个做伙来讲故事。多谢咱诶观众朋友吼，啥物？袂当姜太公钓鱼，安尼会钓无鱼，是安尼？是。愿者上钩，即阵无迄种鱼啊吼，无迄个家己会当跳起来啊。多谢明辉美秀，个咱足侪观众朋友无啥名吼，咱支持吼，愿上帝嘛祝福大家平安，后礼拜再会。再会。